是他回来吃到我煮的菜，都会眯着眼睛说：“妈妈，好好吃哦。”接下来他就会喜欢抱着我撒娇，那也是我最爱他的时候。我最喜欢笑明玉笑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他笑的时候，我的心都软了。小伟忠其实他很喜欢关心人家，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，他只要关心人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的动作，他的心是比女生还要细的。就是他们两个在笑啊，在讲笑话啊，然后在唱歌啊，然后很得意的时候啊，生病的时候，只有在那个时候，他们会把他们觉得最需要妈妈帮忙的，最需要爸爸帮忙的跟我们讲。他们最撒娇了，他每天早上都要来抱抱的时候最可爱。悠悠是他专心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那种专注的眼神很可爱，笑起来的时候都很可爱。吃饭的时候他们会讲他们在学校发生的事情。当他们每次会心一笑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当妈妈的都会觉得蛮欣慰的，因为看到他们跟同学的相处啊，跟老师的相处，他们可以去很自然的去分享出来。小时候的最可爱，长大就不太可爱了。在床上抱抱亲亲的时候，起码姐姐无时无刻、任何时间都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漂亮，没人能比。在唱歌的时候、弹琴的时候，还有在厨房做料理的时候、做烘焙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帅。那刘我们家志宪哥哥任何时候都非常的帅，每分每秒都无比的帅。我觉得他在弹吉他、唱歌、带敬拜、赞美，还做事情的时候，还有带活动的时候，开心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惹他生气，他就很开心。生气的时候，煮饭的时候，因为煮饭的时候，我们跟妈妈一样很快乐的煮饭。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不要念我的时候，照顾我、陪伴我的时候，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开刀，然后他就是不眠不休的照顾我，让我很感动。宁静的时候，能够专心做一件事情，就像他专心在吹他的长笛一样。虽然有时候会吹那种破音，可是我看到他那种专心的那种感觉，我会觉得说很美好，很漂亮。跟莉迪亚玩的时候，温柔、很慈祥，没有生气的时候，然后精神很好的时候，跟我们聊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，我喜欢妈妈跟我撒娇，有时候她都会说她很想我什么的，我就会觉得哇，好想赶快回家，然后看到爸爸妈妈。我也很喜欢妈妈很认真的跟我谈事情，然后她很认真的样子，或者是她很开心煮菜给我们吃。我爱我妈妈的所有时刻。